喺台北涉及多宗貪污舞弊案嘅前第一夫人吳淑珍出庭應訊。咁今次係06年吳淑珍首次出庭暈倒，相隔700幾日之後再次出庭。佢承認部分控罪，結束聆訊之後又向公眾致歉。先由陳婉容講下吳淑珍出庭嘅情況。下晝1點45分，吳淑珍坐7人車由住所寶來花園出發，去台北地方法院。大約半個鐘頭之後，吳淑珍抵達法院。佢着住橙紅色嘅外套，剪短咗頭髮，比以往出席公開場合嗰陣成身珠寶嚟得樸素，精神睇落都唔錯。喺看護嘅協助之下，抱佢上輪椅。吳淑珍沿途都面帶微笑，佢又示意太過嘈，聽唔到記者發問，又不斷咁揮手。今次係繼06年12月吳淑珍出庭，相隔780幾日之後再次出庭，就涉及嘅多宗弊案，包括國務機要費、洗錢案、南港展覽館案同龍潭購地案出庭應訊。吳淑珍最後由工作人員陪同之下坐 lift 入法庭。亞洲電視記者陳婉容報道。